今日即卖大家平安，今日是2026年2月28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21篇，以赛亚书51章第4节到第8节，路加福音第7章第1节到第10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的拯救。诗篇21篇非常明白甲咱讲，咱必须爱行目的黄山。必须爱仰望主耶和华的帮赞，以及耶稣基督的救恩。也亲像上帝这个先知，这个背逆的以色列人生命的预言甲应允，安尼嘛安尼讲吼。以赛亚书51章第4节到第8节，我的子民啊，注意听我讲；我的国民啊，着按耳孔听我。我要将律法赐予万国，我的公义要做万民的光。我的胜利已经逼近，我的拯救已经发出。我的手骨要统治万民，海岛拢在听候我来，一直期待我来解救。着抬头看天，压落看地，因为天要亲像烟雾消散。地要亲像衫穿旧去，内面的子民亲像雷同死去。毋过我的拯救会永远存续，我的公义代代无尽。着听恁这个认捌公义，有甲我教示藏伫心内的人，毋免惊人甲恁踢笑。毋免怀疑别人会甲恁侮辱，因为主虫会甲因吞灭，哪阵在食啥？虫会甲因食，哪阵在食羊毛？毋过我的公义会永远存续，我的拯救线到万代。上帝拯救已经发出，但是有一寡人却无法度接受。迄是因为因一心犹原公义拒绝救恩，一个人有机会得到救恩，却犹原拒绝，因为安尼因就甲上帝的救恩无关。接受的人才会当得救，安尼概念贯穿规本的圣经。咱不但会当对约翰福音第3章的经文看到。伫今仔日个经文，路加福音第7章第1节到第10节的记载中间，咱嘛看到类似概念的故事。就正算是外邦人，也犹原会当透过接受来得到救恩。圣经的记载，耶稣讲互民众听的话拢讲煞，就入去迦百农。有一个罗马军官，伊所重用的仆人叛变，病甲特别死。军官听到耶稣的代志，就找过来犹太人的长老去耶稣遐，请耶稣来医治伊的仆人。这个长老到伫耶稣遐，恳切来求伊讲，这个人会堪得你甲伊帮赞。因为伊爱护咱犹太人，佮甲咱去会堂。耶稣就甲因去。耶稣特别到伊的厝的时，迄个军官找几仔的朋友来甲伊讲：主啊，毋通劳烦你，你来阮兜，我袂堪得，所以我才用毋敢家己来见你。你只要讲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会好，因为我是互人管的。嘛有兵互我管，我甲这个讲去，伊就去；甲别个讲来，伊就来。但我的仆人讲你做这个，伊就去做。耶稣听到这个话，对伊的感觉真意外。我当心甲对伊的群众讲，我甲恁讲，连以色列人的中间也毋捌看过这款的信心。受请的人转去军官的厝，看到仆人已经好去。这位外邦的罗马军官，因为家仆患真重病，
来去求犹太人的长老去请耶稣基督来医治伊的仆人。这个中间，咱看到几个真重要的角度。第一个就是，虽然伊是外邦的军官，真有权柄，却对伊的下属来关爱真正济吼。第二个，咱也看到伊对犹太人真好，对犹太人特别是长老的关系真好。在伫这个强权的时代，对统治者来讲实在是无容易。第三，咱也看到伊真知影通去求帮赞，并且指定爱请耶稣基督来拯救伊的仆人。第四项，谦卑的态度，伊不但对仆人真好，对统治者、受统治者也真好。也对犹太人耶稣基督尊敬有加。最后，咱看到伊的顺服的心志，所以因为安尼，伊的仆人就会通得到医好。诗篇121篇，我也要看山，我的帮赞对叨位来？我的帮赞是对上主来，伊是创造天地的主。伊袂互你绊倒，你的保护者袂拄面，以色列的保护者袂拄面，嘛袂困去。上主是你的保护者，伊伫你的身边做阴影伫保护你。日时日头袂伤你，暝时月嘛袂害你。上主会保护你对脱离各款的灾难，伊会保护你的性命，你出你入。上主会保护你，对即时直到永远。恳求主爱怜悯的主上帝，帮助阮建立信心，互阮有罗马军官的谦卑听人的态度，互阮会通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拯救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